我这是甲大家先到访上者，我这是搭到台语开讲社，阮逐个月拢有办一场的全台语的讲座，两场的台语的读册会，阁有一场囝仔鼓的培训，阁有推广台语的囡仔故事。那大家对遮想要参与，若是想要了解，去面册，找咱搭到台语开讲社即几个字地在找另外活动。咱今仔日就是咱今仔日11月讲座咱邀请到为美国转来林水瑶林长老伊帮咱翻译即个陈夫人的台语文的册真难得，即本著作嘛是咱台湾文学内底上重要一本著作真难得有一个较完整的台语文的版本大家会使看咱今日时间咱等下就长老阁要关车，所以咱就先把握时间，咱先播声欢迎长老。大家平安，平安，太高兴哦。太假好。我假兴哦，你一个来讲，你拢无甲印象，我来讲明咧。咱母语是包括客语啦我做讲有一间是陈夫人嘛有客语捌做啦，你看袂到家手真感谢真欢喜有机会来甲大家分享即个叶绍图大师讲台语文学的册单内底袂使欠一本啦袂使欠一本。以前有人用迄个中华民国语出三解出三我来袂小介绍一下。即个作者是日本人，因老爸伫台南做医生卫生馆，所以伊伫台湾出世，一直读到高中，拢伫台湾读啦高中毕业，他转去日本读迄个大学，所以对台湾足了解。当时知影讲有一个台南的迄个望族，有一个少年人去日本留学，带一个日本某转来，伊将即个故事用这做模特，甲即个故事伫台南发生的，就1920年代，咱拢还袂出世所以你看日本的时间，你看咱老爸咱阿公迄代，但是咱知影讲咱前一代的迄个社会文化的情形安怎？伊当时知识分子安怎为着要甲台湾的即个风俗、歹风俗要甲拍掉的，对日本甲阮来直直有好的即个文化起来，去因地奋斗，甲咱即摆的青年伫为着民主伫奋斗拢共款所以伊即个作者伊对台南不加了解，所以写甲我无想到讲迄是日本人写的实际上伊是一个日本人咱即个故事主角伊才叫做陈清文其实是姓老啦就是老清文啦咱台南的迄个农庄伊的囝婿就是大英上长老啦所以咱才来听伊安怎讲这大英上长老安怎讲即本小说啦。我紧张像个来甲看卖，我这是不讲袂紧张，即摆来袂紧张大家平安，我是真欢喜。OK， 大家平安，我是真欢喜。小说陈夫人台语版会出版，这是台湾教会广播社鼓励林准良长老心中翻译的。这本就是伫日本、台湾真畅销，因为这本册
是写1945年以来提出做台湾的小说，有得到龙华文学奖。我想这方面就是讲，一本册其他有读过王玉蝶的自传啊，请也唱。你有读过？伊内底有写王玉一个查某囡仔，但是伊咧就是即个人。伊家写到足前头，伊家足甲迄发狂一年落尾因的阿公讲袂使，因为迄个王玉蝶迄个拄则迄个张老娘爱叫王玉蝶爱叫阿叔啦，佫加伊一岁啦，佫宗教信仰无共，所以袂使。落尾因咧互相批足济拢体用这会使写第3集迄后有时间啦，咱再来看啦伫内容上，伊本身的册内底拢有写讲即个就是用因丈人丈母做迄个模特儿来写。我有写王玉蝶的自传内底啦伊讲陈荣仁的主人翁确实有迄个人啦毋过有关是过的我嘛捌景村其实是清文啦，伊内底拢通改名改甲人拢走郑小弟惠理就是清楚，咱的小传内底是清楚，陈荣仁、洪准其实是叫安祖啦伊拢爱改其实人嘛知影，即摆听讲台南伫介绍的时拢会介绍即段历史啦介绍的迄个。伊即本册上第一届出来的是倒平即个了后第2部正平迄个，落尾甲合并，佫浓缩，差不多浓缩23拍。第1部浓缩24拍，第2部22拍，平均就走23拍。等于讲，即本册伊家缩小啦我就来张长老，伊讲即本册我嘛足爱日语的啦所以我就开始甲翻译。因某以前写足侪日文的我捌甲翻过嘛，伊讲好，爱试看卖所以10年前我就开始翻10年前的时，你当时有一个杨东杰医师，大家杨东杰医师，即马97岁伊第1部我翻好的时，我就紧翻紧上网嘛伊拢有替我教会啦。因为我做日本人敢若2个月，我1945年的6月出世我日本人的身为家2个月咧要来翻这日文毋是遐简单，我对这有趣有家己读所以台日大书典有你用的请举手。但是迄就是我翻的啦迄坎迄就是坎要甲翻翻到今仔足侪人参与，有哪修改啦。我讲内底一定足侪毋对啦，迄当时我开始台语嘛无菜会晓你听我教我台语才学2年还几年伊讲即本是所有的字典内底上好的啦，上好的，但是呢，伊的台语是用卡那发音啦，伊的解说是日文啦，伊讲伊拢看无，伊足爱，你听我教授讲伊足爱看无，就讲找我看卖，我试试讲，我来翻，我会使啦，看爱给我翻出来所以我对日文足有趣味就是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小传，基督教就是讲上帝的听，伊日本人过来台湾，拄着即个大家族，伊内底写讲50个人伊迄个时代50个人算大家族，我的时代，阮兜嘛走30几个人，即马就走剩2个人，剩几个人一个家庭，即个家庭的变化足大的啦所以迄当时伊拄着就是讲台湾足侪东西少年的跳舞，东西恁跳舞，东西，北京叫做啥？左里你读做左里，兄弟的太太叫东西毋是东西啦，是东西咱知影迄个咱中华民国迄个东西什么东西咱台语叫啥？叫物件嘛，敢毋是？
迄个东西是阮抽的啦，东西啊，就找这个东西来投，安尼投我的你的嘛，阮抽的，伊就找一个音来投，迄个是目的的的确的对啦，这语言上的变化有遮用着，咱台语的，咱搁看下。我迄当时出版足畅销就对啦。迄当时我都出遐尼济无简单诶。我有讲伊即个浓缩版有超过几%遮第一步就是无合格平均差呢。一本册浓缩1/5，伊就讲出济啊我是所有别人去收集原来的。甚至于第一本伊有一个我遮甲翻做序章，迄就是讲遮伊转去日本留学读册时，搁转来台湾，伫船顶拄着陈夫人转外地摕啊，伫船顶将伊所有的故事讲互听啦。所以这伊就是一直足侪遮用5岁船，搁因小妹含迄个伊的查某囝是同学。过来，这是华语版黄玉燕翻译，捌读过这本册华语版的人请下去。你捌读？你感觉安怎读有无？我介介。我介介，所以我家己阁有买一本伫厝。我是讲你读了安怎感觉安怎？会想阁要读一摆。要读一摆。你若读台语版了，你会想要读足一摆。伊迄华语内底总是咱台语的物件，伊华语根本翻袂出来嘛。伊足济拢用日文的汉字直接倒过来你无感觉读得怪怪？所以买7道米啊行，转来老爸讲这叫行，老母讲这叫猪毛，伊咧行你北家语安怎写？袂晓，因为北家语无的韵尾嘛，所以就好语言行，讲这是行，毋是行啦，这是行啦。所以你读华语你来比较，你就知。内底我足济用迄个汉字。咱足用是丈夫足，丈夫是实际真样要分做因翁嘛。这丈夫伊就是翁啊。这个问题，所以我迄当时10年前，我就足烦恼了就望，我的学生伊有摕这个华语版去甲对照，就找出足济遐个无共款的迄个意思出来1999年，文联出版社，了后九哥，毋知安怎搁叫出。搁人改名，叫做假台湾人的日本女子啦。内容我再讲，我来人改名迄我讲单位听单位讲，叫做你，我这人名人改过来最近其实嘛已经2012年有一个文典出版社就出这本。我迄个第一部烦恼了，迄个杨大健医师伊讲伊目睭袂看住啊。所以我嘛将它停起来，停起来伊去到两年外前，即个台湾历史馆甲长老教会有要出赖永祥文集啦。即马当地编啦嘛，广播社文集。迄当时的时阵，早你讲我有即本册，赖永祥长老讲有影出即本册嘛，就是甲因话啦，伊的长老娘甲因长老长有关系嘛。大家讲第4部继续完成所以赖永祥长老伊就安尼指导之下，我就开始搁完成啦完成了时阵，迄个广播社社长去波士顿的时阵，我伫讲这代志，伊讲广播社一定要出这本啦咱即摆广播社新的社长足有台语意识的咱就知影伊足为着台语，伊讲所以讲这本册因是家己当作是第一本啦台语文的册，为遮开始你看伊下偌济精神，我带一张出牌遐水这个设计伫后壁，这要大家看一下迄个黄宇的出版部的主任啦了后我去找10月24找台湾文学馆、台南文学馆，迄个馆长推荐出来去举行这新册发表会啦。我嘛带一张，我足谢口的，足真正，毋是讲台语就为这本开始安尼啦所以讲迄个
我嘛真欢喜啦，我虽然安尼翻，啊，今仔有遮遐尔济遮物件，我个人嘛感觉真欢喜的。OK， 咱看者，遮面即个台南有一个因咧社区的王东杰老师的学生，我去分享的时，伊讲伊有一本，啊，这本哦，伊一个看讲，啊，我甲即摆会好看，伊讲伊。这本一个开始是讲，迄个伫日本的门市港上船啦。啊，我互伊的即看来讲，伊家人落船吼，啊，这个看起来原来有一个序章啦。我就拄则讲伊伫船顶，甲伊的故事拢讲互听，啊，所以我就甲这本册写甲遐尔好吼。OK， 这就即摆即摆陈夫人啦吼。OK， 咱来看作家的老爸，这名呢就是伫台南开先馆叫博爱病院啦。虽然小说内底有看到 S 医生，就是拢指因老爸啦。所以迄当时西医带入来，啊，甲台湾的一寡迄个东基咯啥遐哦，迄中间的迄个冲突甲解决哦，迄写甲足趣味哦。啊，面顶迄本册是迄个作者的小妹又写一本册啦吼。咱知影讲，伊本身因老爸、因老母拢是基督徒啦，啊，所以伊要写这基督教的家庭的物件写甲足好啦。啊，迄个中文版即个部分上欠啦，原来迄拢乱造啦吼。迄个关于教会内圣经、圣诗，伊拢照伊个意思来翻。其实咱台语已经是一个定型的翻译啊吼。啊，所以即摆若种你若读台语版的时，你会阁共款的无共的感受哦。所以咱来先看伊伫写的时阵，陈夫人伊来台湾面对的问题哦，第一大家庭啦吼，大家庭哦，伊几啊种版本啦，有一个版本写讲70人呢，啊，落去啊看我的较侪版本哦，计到来50人啊，迄种70人已经无简单啦，一个家庭啦。啊，足奇怪就是讲，当然伊无法度70人、50人拢写啦吼。啊，主要就是讲第一房、第二房、第三房，啊，第一房基督徒，啊，第二房、第三房毋是，啊，伊拢会带细姨，搁带小三，啊，伊大房是迄个基督教，所以无带细姨。这带细姨的问题嘛是伫这本册内底写甲真详细吼。啊，文化的无共啦，风俗语言吼，伊带来时阵。迄个较主要就是这第三，这实名甲异实名哦，这个问题伊嘛写甲足好诶。伊讲这个主角去日本留学诶时阵，成绩足好诶啊，啊伊会比成绩较歹诶，就要落地，啊转来台湾诶时做官位拢比较悬啦。伊这拢写出来，所以伫大东亚迄个文学奖诶内底，伊是得到第2奖啦。第2名啦，啊，但是后壁第1名重缺啦，后壁是第1名。啊，但是我去了解起来就是讲，伊写甲真实在，伊这大东亚文学奖主要就是讲遮个文化遐个人，日本文化想要透过文学来合法化，甲因去东南亚去侵略去合法化。啊，但是呢，伊因为伊伫台湾大汉，看甲足清楚，所以写甲足实在所以遐个人审判的人讲，你都无照面顶的意思啊，所以互伊第2奖啊，落尾我去问迄个真理大学有一个台湾文学馆，有一个张良杰教授，哪里会参加？你找，伊是台湾文学伊收集足济去日本。伊伫日本落尾转来做这馆长我去找要拜托伊写序啦，这内底有伊写所有所收集的迄个版本，伊拢有列出来啦啊，我去问伊这点的时阵，伊有甲我讲，事实上是这个奖大部分拢爱搬烂咯，爱交际咯，遮爱走就一道来共款嘛啥物奖，你嘛无去小搬烂的，你要得这个奖嘛无遐简单。伊就是讲，伊拢伫台湾，伫遮出是伫日本的文学界，伊无真去甲人搬烂。
所以伊人无为第一种吼，其实第一种就是为出种脱奖同缺啦，即个问题吼。啊，过来就是讲基督教甲民间宗教伊嘛写甲足好的啦吼。因为啊，伊内底拢用伊的信仰内底迄个就是用上帝的听来处理这问题吼。咱听讲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什么，哪里有什么，这个听足重要吼。是一个家庭伊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讲听，真的爱吼，这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基督教甲民间宗教吼，迄个上帝话写啊，迄个日本人伊也捌听讲西方也是啥遐话话哦，足好哦，就是日本人伊嘛好写足好势哦。啊，过来就是讲真侪同侪啊，中间拢会用咱即个咧，可能较毋知影啦吼。咱较老辈拢知影，同侪的中间拢会互相种山路有诶无诶吼，迄家庭的问题拢出伫遮个。啊，第六上重要，囝儿的身份甲认同的问题啦。啊，个性就受扭曲。吼，即个文经出版社第3本伊会出来原因，伊就是感觉讲，即个写台湾现在状况，咱的台湾的认同嘛足问题嘛吼，足济带足好来嘛，吼，啊，才会认同。啊，即马即个陈夫人的小说内底，即个主角，伊生出来囝毋是原生，毋是正台湾生，原生是日本人的台湾生嘛吼。啊，因老爸是台湾人啊，啊老母日本人啊，吼。啊，伫当下中间，人就拢会叫伊讲是伊是陈小姐，袂叫伊讲是啥物照讲伊称呼叫娇母，袂叫伊日本人叫食。吼，你若讲日本囡仔，你拢叫啥物食啥物食嘛吼。即个中间，互伊受着扭曲。扭曲啊，讲伫路年底有一工，迄个老爸啊足大吼，啊要办啥物代志啊，办到伫路年底行，看到因查某囝甲伊遐同学转来的时阵，吼，啊伊就讲就叫因查某囝讲来，我请你来，咱来去食饼食凉啦吼。啊，你遐同学想到啥啦？啊，伊挖着就走啦，毋敢认因啦，毋敢认因老爸啦，吼，因为因老爸是台湾人。所以，伊当时伫日本统治的时代，受到遮个歧视哦，伊个描写啊足好势个。吼，这个小说上尾啊一句话就是安尼啦。吼，伊囝儿的认同问题，咱大家共看卖好。第一个，我是台湾人，啊，大家出声来甲好。你台语哦，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安尼讲起来，我毋是台湾人，嘛毋是日本人。哦，第一个，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安尼讲起来，我毋是台湾人，嘛毋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嘛是美国人，安尼讲起来，我毋是台湾人，嘛毋是美国人。所以，即个问题，所有的移民的民众拢会遇到遮个问题啦。即摆出现迄个越南的姑娘啊，印尼新娘，越南新娘来后，因产生嘛遮个问题啊。啊，就是讲透过即个文经出版社迄个吴社长，是讲透过即个会当来互来了解免啊，解决遮个问题啦。迄新闻的认同哦。我来个看卖，咱来比啊，来，千文是要讲，这是本来是因为这无共种族的婚姻，拢有遮个问题。尤其是你足追求讲你有即个家庭有幸福，即个幸福吼，迄个
伊是写电风，啊是文作是敢若迄个，我一时仔想袂出来哦。伊伫追求现哦，啊伊家己本某抓回来，伊一直咧担心讲伊伫台湾无去哦。伊做某呀，一直要，也就讲我是足幸福的，讲我来遮，我是做你来，我有觉醒，才要替你来。哦，伊是一直要甲我讲幸福这问题哦。OK， 咱过来读一个，这囝儿受到东方的气息哦，后来。所以这就爱写马人那就来哦，咱有人讲鸟，我较要意思啦，迄是马，哦 ，OK， 都是。所以你当你佚佗的时候，人讲伊是马，其实伊日本人伊来台湾，伊毋知影马是啥物事啊。掠做因咧讲主席咯啥，囡仔知影，但少年的我想你毋知影，少年毋知影。你当时你讲马就是混血哦，混血迄个。这可能爱改马，毋好改猫啦。你汉字就是安尼，甲你斗去哦。OK， 所以这我想咱有时间，咱也有要再去读，有哪去体会啦吼。这就是讲，这玉莲吼，就是第二个大宝啦，伊第二个娶三个某嘞哦。咱过来读看卖哦，这个玉莲讲。咱信息是会关的，哦，是啦，拄到大个时，后边啊遮尔好，安尼我嘛要来信看卖呢。最近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是咱自有意义，大项拢无处理，是个受益，依靠咱看当时包括领导的感觉。哦，这就是民间作家，我记得头中间，伊嘛会感觉讲，伊去教会时啊，拢安尼笑面啊，种安尼，伊来伊搭甲面，就上无倒咧讲咧，因阿个娶细姨，搁娶细姨，吼，搁拢无甲讲吼，到尾伊安尼甚至要调到屠杀，吼，这是我哪我就写咧，我是讲这无简单。哦，伊个日记的中间哦，有写足侪伊个信仰的部分啦。哦，伊这是小传啦，伊写甲迄个因细节啊，甚至对伊有一寡遐意思哦。咱来看卖哦，今仔日礼拜三，你有读雅歌内底拢无讲到上帝，这是圣经的爱情文啊，哦，圣经爱情文啊，哦，而且雅歌内底伊讲一个
济即个去描写男女之间的爱的哦，较伫雅歌描写较足水啦。我有出一本雅歌较经的，就是圣经的爱情甲智慧的文啊吼。这就是讲会当伊有法度马上就甲用这雅歌这甲讲，讲啊，人有爱情，咱是啊，甲我爱情咱爱袂起来，哦，这问题实际的。哦，伊日记内底哦写出这爱情的吼，啊，过来即个伊内底有一个经营，到尾也是伊经营农场，伊去食到足扁的，吼啊伊去政府内底我话下刀，伊去穿上，去日本时代去上班的下刀出来，伊即个家族感觉讲，有出这个所以啊，结果伊又去拄着伊的比伊较低落来去做伊的上司嘛吼。啊，去一个就要转来，啊去教册，啊了后去经营迄个往来工厂。迄当时往来工厂，大家拢往来惯大，拢小干的嘛。哦，啊所以讲，即本的世界文学的价值足悬的啦吼。伊即个去日本读册，伊读足济，吼，啊即个作者本身，伊对托尔斯泰啦，遐个社会主义遐，吼，啊遐个世界面对伊拢有读。啊，读了后时，伊嘛感觉讲，伊去经营即个公司农场的时，嘛爱照安尼社会主义，啊对工人袂使刻薄，吼。啊讲世间有人牛，人牛就是财主嘛，头家嘛，吼，甲水牛嘛，水牛就善者嘛，啊，青文伊想着讲圣经内底，吼，无欺贫穷富，因为用富啦，吼，遐富，因为遐个拢是伊的手所做的，就是讲好个人、善者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啦。哦，啊，这是这中间，你就袂使去人欺负迄个善者人，啊来对迄个好个人就较好安尼啦。而且咧，你描写这哦，迄当时的社会，迄当时台湾嘛开始要渐渐有即个工业化，吼，啊以前拢农业嘛，啊渐渐有遮工厂出来遮个，嘿，迄内底啦描写到即么。好，咱结论来讲，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是咱人类历史的一个物件。你读小说，好的小说，你读的是就敢若讲一物件咧，哦，你会读入去内底啦。啊，即个小是所以之的即个陈夫人，甲迄当时日本领台时期，哦，日本时代台南的产家，伊是细老啦吼，即摆伊是甲小说甲继续谈，个代志化作小说的题材，甲描述出来哦。透过小说，通互读者了解当时台湾人民。哦，咱去想讲，咱的前辈，咱爸爸阿公迄代的台湾的人民，迄当时对台日同盟的反应，哦，啊，日本人伫台湾人民的心中减对即种的地位，哦，毋然呢，文本内底作者有记录真侪传统封建的台湾风俗的习惯，哦，拢留互咱后世一本重要的参考的文献啦，吼。所以即本小说伫迄个台湾文学馆有去肯定，啊，主要是石头，伊就感觉讲即本小说足好诶，所以拜托迄个黄玉燕女士来翻译来，翻译做华语来，啊，咱即摆会当有台语吼。啊，过来讲即本册，咱台语要怎写吼？啊，台语即摆就是讲，足侪种讲法啦，有人讲白拢汉字，有人讲罗马字，有人南地写。啊，我即摆就是讲台语，即摆台湾台语文界大部分拢惊汉字、罗马字南地写，叫汉罗啦。吼，这王玉蝶博士伊主张，有读过字典的人就知影，伊知影讲汉字毋是为着台语设计，足侪台语的咱生活语言拢无，汉字是苦瓜做上完，会当做上完，转来做瓜咁用的哦。啊，所以咱生活语言无。通食简单的查某就无汉字啊，啊，迄拢来斗的啊，查某查姓的，去查某某人，对无？啊，定音嘛无汉字啊，即个足奇怪汉字是安怎？咱台湾人足一人晓讲出嚟讲汉字才是哦，即个
我感觉讲，毋是讲对语言学来讲，毋是介好个哦。啊，王长德伊是语言学家、艺术长，啊，地良伟教授伊提出。哦，咱知影吼，有人你敢有做过伊个学生？地良伟教授无吼？伊是我的师公啊，我的老师是李庆嘛，啊，伊是李庆我的老师，所以我叫师公。啊，因小弟地良伟张老师去开始实验，伫美国就办一个台文通信，有读啊，听有 OK， 啊，倒来台湾就咧学起来，叫台文母语，哦，这拢用汉语写的。汉语写本来伊个字是教的罗马字啦，吼啊有一阵啊，大家咧写教育部的台语啦，啊所以拢真爱台语。啊台语是教育部是台湾罗马拼音咯，是要拼音汉字用，伊毋是做文字啦。啊咱就用怪字画起来做文字啊，哦，啊文字画起来，学啊学，安怎写？人咧学我一点足水个，甲你做学啊。哦，学啊，好，嘿，啊，所以讲，即马台文，我听讲，台文母语啊，伊即马伊嘛有感觉讲安尼无好，所以嘛有奇怪讲以后要用教的罗马字啦，哦，爱会倒转来，哦，咱无存叫变做转来吼，啊，所以我即马即本册我所写的台语当作是讲汉语的书写。啊，什么时阵用汉字，什么时阵用罗马字啦？啊，话来讲就在你啦。啊，其实安尼无啥好啦，你要做文字用的时，咱掌握一条例子嘛。哦，啊，所以讲我是原则，先锋大学陈立军教授，伊有咧做一个科目啦，叫我写啊。我写来，我就照我的写，叫我伊嘛拢是，拢感觉是爱安尼才好啦。哦，所有的意思拢用罗马字啦。哦，迄本来就无汉字个嘛，哦，啊，我伫内底虽然读即本册是先读头前的迄个范例哦，小读一下哦，咱才知影讲即马毋好感觉讲，你这甲我写无共啥无同个，咱这咧行是行教会广播，因一直嘛有一个台文版嘛吼，就是讲即个原来白话字的即个主体，照即步落去行吼，啊，我是招大家斗阵来甲完成啦吼。哦，这是我就记起来咯。啊，即个我即摆有写喺下口，我有写讲这是初步甲这种为止，用即个原则啦。啊，我今仔听遮少年啦，下面伊咧讲吼，就是因真正读册话，真正人毋捌台语的人来读，拄着的情形哦，可能阮也常常会改。台语上困难就是文音甲字音哦，啊，平平其他汉字你读无。啊，什么时阵读文音就是读字音哦？啊，有规则，但是无一定大个人拢共款啦。哦，所以可能会惊就是讲，你文音留汉字啦，啊字音是人用白话字，用罗马字啦。就讲凡人，哦，有人讲会读凡人啦，哦，应该讲是毋歹读凡人啦。所以凡迄个人，咱会可能用罗马字。哦，安尼渐渐大家来会。行一个一致的即个方向吼，啊，咱台语才会换个，吼，啊，无叫因咱拉的，就搞到乱七八糟吼，啊，我阁有创一个台湾的对照表，吼，因为这要哦，伫台湾讲起来台语去用，已经是失落的一代，失落的物件吼，啊，咱想要就把要哪有大家读有趣味起来，第一就是讲，阮有创一个台湾的对照表，吼，有台语的汉罗，啊，有白话字。啊，有台罗拼音的传统版，因教育部有一个传统版，你知影？伊有，但是歹甲你讲，吼，所以学一定爱学，哦，迄是正式版，因为是传统版学一点，迄条啊，真足水线，我爱甲你讲一个，创一个，没学对啊，啊，平安音嘛是有迄个上位迄个小音啦，哦，迄叫做传统版，哦。原来正式版较是袂看见，要当作文字哦，较是袂看见吼。啊，咱所以我有创一个台罗拼音传统版，啊，过来华语，安尼对照，哦，互人会当，迄个我去绿色和平迄个电台，你迄个
甲我访谈的时候，伊看我讲，哦，你内底有20亿粒，创这个对照表你是咧创出来啦吼。所以我20亿粒将所有内底台语拢甲列出来啦，啊，甲华语的对照，吼，互大家会当讲读个会会了了，你咧读这本小说就无问题啊了，会安尼足顺利去读去啦，嘿，吼。学了后，你咧咧背的时吼。咱就是规本都拢有法度，台语就要读啦吼。啊，即个，我先讲，咱台语哦，第二哦，牧师伊足认真，伫推动嘛，足侪拢去遐学了台湾罗马语学会嘛吼。啊，所以伊一直伫讲世界上上奇怪的人民族就是台湾人啦。啊，家己的母语我学拢要学，来学，较少老师。啊，世界上母语文盲最强大的是台湾人啦。遮台湾人讲我会晓台语啊，其实家己晓听甲讲，迄自然会晓的母语啦。你读甲写，一定爱学嘛。啊，你讲囡仔共我咧学 ABC 啊，你无学 ABC 共我文盲啊。哦，啊，你共我美国人共我来去学迄个波啊，啊是安怎台湾人就无爱学这，当然咱有政治的即个迫害，伊歹互咱学。哦，但是即马咱已经大家自由会当学，所以学会晓标的是罗马字，咱语言是为字有讲话开始，啊，摕迄个字符号来斗。哦，咱的语毋好叫迄符号，叫做错白去就对了。所以有人假是讲你若要写汉字，你台语一定写足侪写袂出来啦。哦，足侪写袂出来。后来，过来就是讲，足侪咱希望会咱口变做行动啦吼。咱讲家己的母语家己求啦吼，母语嘛着转型正义啦吼，这常常会看到嘛吼。若无使用家己的母语，咱台湾国敢会正常啦？会哦，会正常无？有人摇头啦。啊，基本上凡是使用母语活出台湾人的尊严啦，这拢是靠好啦，我咧看系靠好。安尼，咱着爱有行动吼。啊，咱有行动，大家做阵来拍拼吼，所以咱台语文为着出版吼，阮即即马甲教会广播社，我就下日要出版遮个册。啥物原因？因为大家伫开始咧学台语啊，学会了无册好读啊。哦，啊，阮才希望出这个册，啊，你爱读爱写，所以即个册后壁有一个，我看即马听即个广播社即个出版部即个来讲无敢。大家好，我是出版这个台湾版担任一个教会广播社的编辑部的同工。我徛伫遮无别的目的吼，嘛毋是要甲大家讲台语最重要，我徛伫遮干那是要卖册。本来有通台语这个所在记者吼讲，请伊进阮的册，啊，大家会当伫这个所在里食买，啊，记者就是一点出入吼，啊，煞应该像进入着册款，所以我今仔日对台人就是吼，某人伤册来吼，希望莫去互我某人去安尼。这本册吼，他拄仔最有拄了伫遐介绍的是强调讲这是一本用听有听啊基督教价值的小说，检采是安尼无问题啊，但是若是在座大部分的朋友拢毋是基督徒，你会想讲啊，这基督教的小说我谁人要买？这毋若是一本基督教的小说，这本册咧，他拄仔最有听了有讲，这本册是这个文学家叶绍和叶石涛吼，伊讲台湾文学内底吼，遮个册单内底绝对袂当欠一本单本字。这本册是1940年代咧写1920年代的一个台湾的这个规个社会的情形的一个小说，所以伊毋若是咧传达基督教的价值。伊原来写着讲，伫迄个当时，台湾社会是一个啥物款的状况？啊，即个状况包括着讲，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啊，所以人咧讲话有讲台语，有讲日语，甲有咧讲华语，但是咱即摆找无日文版本，咱干有华语的版本。啊，拄啊好，台语的版本出来，你咧读小说的时，你才有法度进入。迄个社会情景内底，因为大家来用台语咧讲话，
你若是读外语，迄毋是因迄阵咧讲的话。所以我伫10月24号伫台南的即个台湾文学馆有举办一场，原来是新册发表会。台湾文学馆馆长讲，哇，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到今仔日，日文版本、华文版本、到台语的版本，哦，全部拢出来。对于1920年到即马2018年，伫台湾即个所在生活的人所使用语言，即马咱都读得到。所以这是一个真有价值的代志。我头拄讲着，即咧描写即个台湾社会吼，咱看即个主角是一个日本人过来伫台湾，所以伊一定会面临着足侪问题，包括着族群的问题，包括着夫妇无共国家的人结婚以前有足侪问题，包括着伊牵伊的囡仔，伊要怎教伊的囡仔，到底伊的囡仔的程度，我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全部拢描写伫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真水的一个描写。这个问题嘛毋若是迄当时的问题，咱看咱今仔日共款嘛拄着即款的问题啊。你选择你要讲话，你要讲啥物款话？你选择你要做中华民国人、做台湾人，还是要做中国人？这拢是选择啊。这拢是一个咱台湾社会不断共款，即马要存在，要咧问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本小说吼，确实是会当互咱得到真侪冲击，嘛有咱真侪思考。所以不管为着啥物理由，请今仔日一定至少炸一条东西，至少炸一条。今仔日炸一条东西，佫有一个好处，敢若今仔日吼被坐犹太，敢若今仔日真正敢若今仔日嘛无啥正常咯，是阮伫逐场的新册发表会，拢讲敢若今仔日，确实是安尼啦。伫新册发表会以外，咱真正是就无即个犹太。头拄仔主任叫我起来讲，毋是要有个，毋是要讲这啦，是要讲着咱单位人吼，你若是读到尾啊，有一个这个启示吼，就是这个启示是讲着投稿有一个奖励法。我想莫讲这，我是要甲大家宣传讲，这一本一套吼，毋是一本，一套两本，定价是500块。500块检菜对于较少年的囡仔来讲，毋是真俗。今仔日敢若400块，400块你来讲，感觉讲了是正，袂要紧。我直接甲你讲，这本册400块是暂时价，其实是免费送互你。为什么我来讲？因为真，这是第2本哦，第2本的上字啊，迄表示讲你爱读到了吼，读到了看到字啊才有准绳吼。你先研究这本，先研究字啊无准绳吼，才有一个征文办法。你若是读册读了，你有一寡心得，你想写起来，然后投稿互教会公布，刊出来，第一，你就有稿费，你有稿费是啥物意思？这套册就免钱啊。第二，这一冬内吼，若是刊出来，才会心得，才会读后感，我会搁竞一下，竞出前5名，佫会颁发奖金。啥物意思呢？你甲这套册用400块买落去，读了，你投稿先来册钱赚回来，你有可能去趁钱。所以，你买无？拜托你。不然，安尼是较粗俗啦。讲这种是较粗俗，但是其实是有效。我暂时先讲到这啊，这个因为今仔日制作的问题，所以可能爱直接对到我遮买啊，咱袂当伫这个空间内底做买卖生意啊，免啊买咱请下面这边交税。大家好，我是
有个人较捌台哦，要讲一下哦。我是大高台语开讲社社长哦。你若想要了解吼，咱大高台语开讲社有啥物活动在参与，我大概先要讲一下，你会使去面册Facebook 找大高台语开讲社，打五台语开讲社，你会找到咱逐个月活动。咱逐个月拢有办一场的全台语的讲座，两届的台语文读册会，搁一届的台语囡仔鼓。今仔吼，请咱阵咱要请着为美国表演来台湾来办这个新册发表会的主要院长了，我甲咱分享一下咱即本台语的内容。因为咱等下刷来后半段的时间，咱会请院长了大概分享一下你若想要了解台语文也是要学习台语文有啥物好用的假词等下请伊分享一下。上尾咱活动结束之前，今仔阁有加场临时加场来，今仔有趁着就是咱嘛刚好邀请到即本册的作者这是迄个有得奖的迄个胡冰山线的小说即本册咱今仔就是嘛是共款这是原本是英文的，伊翻做台语文的，做重要一本著作。等下我会留一寡时间请今仔其他好作者来遮嘛，共咱分享一下即本册的内容，甲伊写的迄个心得。因为咱就是咱办即个发表会是，就是甲大陆遮可能就是至少有一寡问题，所以咱买册较麻烦，就是咱无法度伫遮甲人买，因为咱开遐发表。所以即摆阮就差不多用10分钟的时间来请有兴趣想要买册的咱今仔八折优待你若头壳会使趁钱咱就是请大家麻烦你若有想要买册，赶紧对林先生买好就转来若尾仔我参与的话，通知迄个。请款。麻烦，带钱。已经是伫对。若想有要买册，今仔日8折优待请麻烦对咱后壁的工作人员